后来继续来看这韩国的一部的惊倒人，一个太太坐国道客运，伫咧台南永康的盐行站落车。要准备要赶行李的时阵，人拢还未离开咧，司机就直接把行李门关起来。加在这个太太太美丽咧，赶紧扔入去行李舱内底。迄若去互夹到，断骹断手，甚至无命都会哦。国道客运到站，人客要赶行李，这个负责人要你丢行李，电动门就咧关起来，险险啊，甲夹到，伊就咧赶紧扔入去。这个画面发生伫台南永康盐行。司机一个发现了后，随冲落车，加在这个负责人无啥要紧，念几句啊，尔就离开啊。这个影片被公开了，民众就讲，这款的疏失真正是有够危险。司机好像是会在旁边看，对，只是刚刚那个影片好像没有。司机应该也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乘客放行的部分。客运业者承认讲，司机处理的作业流程有问题。透过那个后照镜以及那个辅助系统，然后去观看乘客拿取行李的状况。这粒镜头就是对人客上车甲落车、关门进前拢爱看，司机就是这部分做了无确信。针对驾驶在做教育训练，然后针对乘客自己提拿行李的时候，一定要确实已经离开了，再去做一个关闭那个行李箱门的动作。佮看一摆这个画面，加在这个负责人骹手够紧，也若无这个行李门，伊无防夹的功能，迄若真正去夹到，恐惊效果不堪设想。